这苦，陪你行入这条路。人生的路途有甜也有苦，有情免惊缘分薄。我甘愿为你来吃苦，虽然看无咱前途。坎坷的情路，沉重的脚步，害阮不知要如何。心愈来愈寒，阮的梦你若知影，也袂放阮受拖磨。天地遐尼大，痴心找苦伴，只要你做伴。阮已经对倒你的梦，希望你会来听。不过你爱将心比心，你有自尊，阮阿玲都无自尊是无？我要提醒你，是安怎为着一庄稼查某囡仔，你让阿玲受气，安尼敢有价值？互你少年，你有骨气，安尼真好。我也莫讲真多，你用得走。我知影，恁拢是为我好。你唔知？你知影啥物？你知影家己爱行的路？你会晓爱惜你家己的幸福？你家己死，你上好就心啊！你来赞美，你家己有命运，是掌握在你家己的手中。你也要好好考虑一下，等迄个厝的，甲恁父母参详了后，才能答复我。是。转来啊！爸，你是毋是人无爽快？要不要去房间倒咧？恁妈妈讲，叫我就等你转来。等我要创啥物啦？来，我扶你入来。恁妈去也买药随转来啊。啉一个水咧。天然啊！恁妈妈哦，为着你甲雅玲的代志是，我要烦恼死。你还知影？雅玲因爸爸对你是有够照顾呢。这我是知啦，佮总袂当讲。安怎？袂当安怎？无啦，我的意思是讲，总袂当，互别人想讲咱是为着因兜的财产，所以咧巴结伊。这当然嘛是安尼。姚明啊，啊你有生意出来看一撮？你敢无？有啦，我是去讲我公司的代志啊。啊你有甲雅玲冤家无？爸，你身体都无偌好，莫烦遐尼济啦。我的代志我家己会晓处理。我哪会讲袂烦恼啦？我是咧烦恼讲恁少年人做代志吼较冲动哦，时间若做啥物糊涂代志哦，你著后悔一世人哦。你莫想遐济啦。无代志，无代志哦。
大开啦。好啦，食来甲体会啊，莫乱想啦，吼。我是假想，你今日即阵若转去台北，毋知会叫人石头路无？有顶下会叫人退婚。毋管怎讲，都是我害你。阿文啊，你到即摆还咧想你的代志哦？拜托，莫让黑白想好无啦。阿呆啊，我最希望吼，我会当去甲因丈人解释。无啊，你即摆愈讲是讲咱倒回去啦。我是讲正经的啦，我最希望讲吼，我接人落第一台北，你知影无？阿呆，你不要来去好无？阿呆，我拜托你啦，好无？好啦，我陪你来去啦。啊，毋过吼，爱出年以后哦。袂用的啦，等我出院还阁几啊工地，等我即摆脚已经无要紧啊啦。我无，阿呆啊，我无答应，阿呆啊，我无答应，我袂放心嘛。拜托你莫安尼好无啦？好啦，我知影你对我真好，嘛真关心我，我听你的话就是啦。阿文啊，其实哦，我为着你，我得安怎吼，我嘛无要紧啦。你是讲去倒位去啦？阿文啊，我想你也知影，咱前虽然会斗阵较大汉，你也上了解我的个性，而且吼，你嘛知影我对你的感情，对无？哎，我对啊。好佳哉，倒平，无要紧。阿文啊，来啊，紧食起来。我厝的吼，做一寡代志，我先转下去。好，多谢你。对啦，阿文啊，较晚吼，我到底来看你。对啦，阿呆。阿文啊，我做啥物代志？阿呆，你真正伫咧饭店大厅，规落要求伊副总叫伊莫拆除代志是？讲迄哪有啥物路用？我甲伊求吼，伊嘛无要答应啦。规定哦，伊特别拆就对啦。而且我顶讲啦，好，莫讲个啦，讲个吼加闹气的代志啦。阿文啊，我要转下去。对我遮尔好，对我牺牲遮尔济，我以后是要安怎报答伊嘞？阿呆，真多谢你。哎，阿呆，进来，安怎啦？阿爸，你是要送回药啦？唔是啦，发生代志啊啦！发生代志？哈啦，什么代志啦？较细声咧啦。好，拜托诶，阿爸到底什么代志？紧讲啦！啊，对，国会啊吼，国会啊，国会安怎？即摆人个啦，这家己关伫咧房间的啦，啊，关伫房间啊啦，我看卖。无啦，这见笑台吼，恁查甫店门内无意思啦，我先打电话叫恁女儿来啦。啥呀？你是讲阿伟阳我别来哦？啊，这可能是安尼啊！哎呦，恁乌青哦，搁老火哦，真可能是安尼啦。阿爸，我等啥物人啊啦？是对一个查甫的，正阳啦！啊！阿爸，你情况怎？来，等。哎呦，较这种真济个啦。歹势吼，煞毋知影吼，迄人啊水的时阵哦，迄行路哦，就拄着好呢，啊拄着迄只吼，佫是一只母的啦。啊去互好爸母家着，毋才会安尼。啊！我你讲啊，这无咧代志，走走。那我讲的拢嘛是事实的，就是啦。你实在是枉然啊！你查某囡仔咧好好毋去操一个乌白狗，暗路行久哦，毋是干那休好家着，原来会有几惊着哦。阿爸，我哪有乌白狗啦？我吼，你安怎？你是安怎毋免交淑婉啊？人淑婉是真水，又乖巧，又贤惠。啊，你毋无你是想啥你啊？我要交伊，小安讲要互我交去哦。你若较用心的，较认真啊对的，免惊交袂着啦。啊，你若俗我人都捉袂着，你无够资格哦，交别个查某囡仔，你规气吼，你捉阿局啊！
你就是吼捉袂着迄小因老母，所以你毋才去讲我呢。等你是后边讲啥？明开手是安怎啦？迄阿辉啊，哈？伊阁是阿辉啊？哎，我爸，你别人毋惹，迄是迄只好爸母，你毋通某娶无成哦，你娶伊才好啦。阿辉啊，别烦恼啦，紧开门啦！啊啦，阿辉啊，我是恁爸啦，有啥物代志哦，爸替你做主啦，你紧开门啦！阿辉啊，你若唔开门哦，我是要弄入去安尼。对，门口弄我歹，你安若无吼，一内底真是来自杀，你代志大条咧。对我拜托的阿爸，你是咧紧张啥货啦？阿辉啊，袂晓软弱啦。泰山啊，泰山，别玩啦！紧来。泰山，你慢，你来上拄啊，拜托。国会哦发生代志啦，啊，即摆关于迄房间哦，你入去较好势啦。我咧，好，无我入来甲看卖。好，李婉仪啊，麻烦你啦。阿爸，我明仔载哦，要来找你陈正雄。看伊哦，是来对阿辉安尼啦。对，你若问我清楚，假使真是伊吼，我就唔放伊煞啦。我早就讲过啊，咱张家甲因大家绝对袂结亲情啦。我就唔知讲你笑袂吼，甲伊阁有来往啦。阿太，你爱注意哦，你甲阿芬恁两个的感情，茫超过男女之间的感情呢。我甘愿为你来吃苦，陪你行入这条路。人生的路途有甜也有苦，有情免惊缘分薄。我甘愿为你来吃苦，虽然看无咱前途。你送我遮的水果子，无适合伫都市种。都市的空气实在足歹的，生出来水果一定无好食。都市压力嘛足大的。天然，不管你即摆是安怎想，我唔相信，咱遮尔侪年的感情，会比袂过你甲伊几工仔的感情。我唔认输，我有自信，你会回来我的身躯边。杨建辉，你啥人会抢我的未婚夫咧？是安怎到这人做过还袂来咧？你来，大小姐，要袂休困？阿袂啦，我著等一位朋友来。何小姐，我啥物时阵会当找伊咧？意思是讲吼，总归你也要处理，就要伫厝里疗养，然后再陪伊拆刷。哦，你的收音机不要紧啦。多谢你吼。如果有啥物代志的话，你就一直地找我。好，我知影。李婉，结婚啊？有较好无？啊，李婉姨，安尼这样我走来啦。系啊，都阿大也袂当来吼，我是代替伊来啦。阿辉啊发生代志啊。我会发生什么代志？啊，我著甲恁正用啊吼，两个点仔冤家啊相拍，啊拍一个是安面睛歪歪哦，啊搁喙齿流血呢。你嘛晓搁拍花啊？无啦，啊相拍拢嘛用拢嘛会，啊阿辉啊是讲吼，伊嘛有甲正用啊教啦。我是感觉讲吼，两个若无法度好做伙吼，啊，著规气煞煞的对无？
是讲吼，这阿花啊吼，对正向啊嘛足痴情的。我嘛是希望阿花会当离开阮阿兄，卡水两人结婚哦，阿花也嘛无啥物好日子通过。多心的，若讲到恁正向啊吼，还佫咧孝顺阮淑婉啊，当我这个做老母的，我都无咧目睭顾着喇叭咧行毋知路，搁招伊做囝婿。歹势啦，正婚啊，啊煞伫你的面头前咧讲恁大兄的歹话。无要紧啦，咱想讲吼，阿大较细汉咱娶小婉哦，因两人一定足幸福的。你满意？无安尼啦，我来帮助阿大娶小婉，你讲好无？好啊，也毋过吼，我是感觉讲吼，阿大真爱你呢。你拢误会啊啦！阿大对我就甲亲像小妹共款，我对伊哦，就甲亲像阿兄在爱伊共款啊。安尼啊？啊，你是毋是已经去爱着迄李经理啊？这哪有可能啊？唔对无，我一世人拢无想要嫁，我永远要照顾遐个囡仔。搁再讲，我嘛无可能去抢别人后婿，所以我也无可能去爱着你经理。小婉，总经理，当市长有代志，请你过去下办公室。谢谢，我拄好要过呢。董事长，你咧找我？经理，你已经甲雅玲订婚啊，应该是叫我。不过，阮无结婚啊。不要紧，这是你的个性，我袂勉强你。啊，你甲恁爸母参详了，结果安怎？我无想要甲因讲，才袂去增加因的精神负担。这是我的辞职书。雅玲。我不准你辞职。我是副总经理，麒麟公司真需要你。董事长，我安尼讲对无？对，我已经决定了，今仔日开始啊，要升你做总经理。你这是啊，天天以后伫个公司哦，我完全配合你。你即马就是我的顶薪呢。对，阮会主动甲恁是大人讲恁结婚的日子。结婚？我甘愿为你来吃苦，陪你行入这条路，人生的路。阮会主动甲恁是大人讲恁结婚的日子。结婚？是啊。是啊，天天，只要咱两个人结婚，啥物问题都有咱解决，对无？遐济，咱唔通紧求。我徛咧地使。哦，我是感觉讲，恁两个啊，为着小可代志冲突，也着讲到要啥物离开咯，要退婚咯。以恁两个感情讲起来，安尼做是足无价值的。天天，大家唔通冲动，对唔对？是啊，天天，以前我有啥物代志唔对，你一定会当原谅我，对无？你莫安尼讲，是我唔对，拢是我惹起的。恁两个拢无唔对啦，是我唔对，我应该早就升你做总经理啊。不过我是想讲吼，希望你啊加磨练一寡社会经验，唔则叫你踮咧脚尾部做经理。董事长，我要辞职，毋是想要做总经理，我嘛无想要遐紧结婚，我是想要讲，若是这你免讲，我拢知影。总讲一句啊，恁两个订婚的时，同时就去结婚，
安尼毋就无今仔日即个代志啊咯。天林，你莫伫遐黑白想啊啦！其实咱两个人根本就无啥物代志啊。只要你将家己的代志放互袂记去，我相信哦，咱以后一定要过来足快乐的日子，你讲对无？这个变化伤紧啦，我这毋搁较简单咯。雅玲的妈妈讲，你既然甲雅玲订婚，就应该娶雅玲啊。啊，你家己的代志你都弄到放去，唔免管啦，我叫别人去负责就好。是啦，天林，以后伫咧公司哦，咱做伙上班，你讲啥物我拢配合你，我拢听你的，安尼好无？我是毋是会当互我考虑一下？这咱就去啥物考虑啦？公司的代志啊，我做主咧，我会当互你发挥你的才华。啊，结婚的代志呢，雅玲的妈妈会去甲恁是大人插上决定的日子。后面妈祖，你爱保庇，保庇好人好心有好报。你经理，伊为着要保护我的厝，互遐囡仔有所在通住，毋才甲公司发生冲突。后面妈祖，你一定要保庇，你经理平安无代志。万项代志拢顺利。你对我讲过，是非爱分明，人情黑白，踮在一个无情现实的社会，事事着爱看详细。妈妈，你交代的话拢有对，人生的路途，阮步步小心行。妈妈，怎样你袂记对我讲，爱情的